来啊，咱着往耶和华唱歌，往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往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世间情人拢着恬静，虔诚徛伫伊面前，无伫歌女世间俗事，人阮地伊相思，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请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54首。圣诗54首，同心学乐天父。同心学乐天父，主人耶和华上帝，要降临民无疆无尽，照顾天顶地。乐乐耶稣尊名，上帝都是会行，讲乐着大叫人做光，替咱放下性命。乐乐上帝相信，关灵感化万民，对天降临点咱的心，互咱解cứu欢心。乐乐三位一体，白行相信相对，一尊一大好雅好花，乐乐到万世世。阿门。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得白落入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上中国活，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咱先开启英文25篇。伫信息的后壁面启英文25篇。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助对答落来，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，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，
保守你的是耶和华。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。你是太阳无伤你，暝是鬼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对即时直到永远。咱搁来三角吟圣诗347首。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，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，树木真青水的路边，有时咱拄着大游门路目屎，若经过大风扬的苦海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我可主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有时咱拄着规群勇猛对敌，包围咱身边的攻击。有时咱拄着大气的真艰苦，你教咱心失望，看无路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我可主免烦恼，心平安。咸菜一世间，万味变我的心。对酒为思所将行人，心肝真惊兄，我白跑无通靠，主所想的变心，我烦恼。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我可主免烦恼，心平安。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主，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，有大权能，阁赐平安的主。感谢你保守台湾，互政府甲人民伫2个月的拍拼下，互台湾的疫情会当暂时受到控制。虽然即马有降级，嘛恳求主继续保守全国的人民，伫每一个所在犹原有警醒，会当配合政府的决策。嘛求主高我中央
甲地方政府，适合智慧甲合意的心，互经济、甲疫苗、甲防疫拢有真适当的政策。自阮嘛，阁有侪人未注到疫苗咧听候，自恳求你除去因心中对疫苗副作用的惊吓，嘛互因心内有平安。愿阮伫艰难的时会当学习仰望主你，有专人的倚靠甲交托，因为主你恩阮所怀的意念是使平安的意念，毋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阮伫未来有恩望。主愿阮会当掠条主你的应允，伫阮生命中有满足的平安甲喜乐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的罪。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的罪，使阮平安。正道属主的人，圣经，请咱遵守上帝的话。请咱先开创世纪26章第1节到第6节。创世纪26章第1节到第6节。亚伯拉罕的时，头一摆饥荒以后，迄所在阁有饥荒，以撒就去基拿尼。到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遐，耶和华对伊出现讲：你毋通落去埃及，着住伫我所指示你的地。你寄居伫迄个地，我要甲你伫地，赐互你，因为我要将遮个地拢互你甲你的后裔。我要坚固我对你的爸亚伯拉罕所受的传。我要加添你的后裔，亲像天里的星遐济，搁要将遐个地拢互你的后裔，搁地上万国，要因为你的后裔得到福气，是因为亚伯拉罕听我的话，守我的吩咐、我的命令、我的律例、我的法度。以撒徛起基拿尼，咱再来看创世纪26章12节到14节。12节，以撒伫迄所在种植，迄年得到百倍，耶和华赐伊福气，伊就诚做大，哪久哪大，到诚做大富户。伊有羊群、牛群，也有侪侪奴仆。非利士人就怨妒伊。咱再来看一位圣经《哥林多后书》
第4章第6节甲第10节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6节甲第10节。第6节，因为上帝捌讲，光着对暗里出来的，伊也有照伫阮的心，互阮对捌上帝的应显，就是对耶稣基督显明的来得着光。若是阮有即号宝贝，藏伫土的器具，是要互极大的权能做上帝的，毋是出伫阮。阮凡事受患难，若是无分别、为难，也无失望；拄着困扰，也无受放杀；受拍倒，也无死无。身躯常常带耶稣的死，互耶稣的活也会显明伫阮的身躯。讲到属主的人无互问题拔掉，属主的人无互问题拔掉，请曾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的教会后礼拜开始就会当实体做礼拜，细节的部分牧师会阁甲咱做报告。但是今仔日咱伫做礼拜的中间，上帝要互咱一个真大的鼓励。咱伫主的帮助中间，无论拄着心中的困难，咱的人生拢要互人看见上帝甲咱三角地带。这是以撒的人生，这嘛是哥林多后书保罗所甲初代教会所讲鼓励的话。无论拄着什么种的困迫，咱拢无惊吓失志。感谢上帝，互咱伫人生的中间，伊所想事毋是一帆风顺，伊所想事就是，当咱无论拄着什么种人生的境遇，咱拢要真做有气力的基督徒。愿咱对今仔日的圣经的故事以及圣神的帮助，咱真做一个伫人生中间会通老练、有权柄、无惊吓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对天人将跨越历史鸿沟，对以撒到保罗，今仔日也到伫咱中间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嘛为着咱的家庭的囡仔来祈祷甲祝福，讲主啊，求你赏赐我的囡仔，互伊一生中间，当伊拄着艰难的时阵无逃闪，因会当真侪安静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的上帝你的行字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，咱要拍开圣经，咱要默想圣经，咱要领受圣神所带来圣经的亮光甲智慧，咱要领受真情。牧师要邀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万权能的上帝，你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原是你的行字，对阿伯拉罕开始到今仔日，主啊，你永永远远是世间人的主。愿伫你的面前做伙主席，我们领受上帝你对天人来的祝福。伫阮人生中间，有时阮会拄着饥荒艰难，拄着困迫，总是上帝，你是真正的上帝。愿伫你的面前攻读圣经的时，这个圣经就真侪阮的智慧，也真侪阮祈祷的凭据。我们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的圣神，互今仔这个礼拜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白白得到祝福。愿伫你的面前用恭敬的心，往你仰目甲恳求。愿主你伫阮中间，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圣经，咱所读的是一个足水的故事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我要鼓励咱，今仔日毋是干那听牧师的讲道，听师会所读这几节的圣经哪定，哪会当你用一段时间好好对创世纪12章来甲伊读到了，读到这个所在，因为这是一个真水的人生的故事，伊是阿伯拉罕甲以撒的家族的故事，今仔日要诚做你甲你的囡仔的故事。咱的上帝是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。这段故事蕴藏真侪历史、人生的人的经验，伊嘛要诚侪咱伫今仔日中间做基督徒的一个祝福甲经验。
这段圣经有人讲，伊是一个祝福的神学，是一个充满祝福，要互人看见上帝祝福的一段经文。这段圣经不但伫当时，这个非利士人的国王阿比米勒，伊看到以撒对上帝领受迄种的权能甲保守，所以伊毋敢随便来捆捉糟蹋上帝的百姓以撒。所以讲，我明明看到上帝甲你三角地带。所听的姊妹，外邦人的王看见上帝顾守伊的百姓。今仔日咱生活伫这个世间，上帝有愿要顾守咱，所以古早的故事要变做你的故事。所以这段的故事中间有稳重真多真水，互牧师慢慢用恁来做分享甲解说。但是用有限的时间，实在无够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若愿你的家庭，真做是咧祝福满满的家庭，亲像今仔的圣经，上帝讲，伊有以撒的祝福是百倍的祝福。那安尼，咱对这个创世纪，这个26章12节开始，咱就跳过来看耶稣基督。伊甲军队伊的人，伊也门徒，当门徒问伊讲：主啊，阮来对你，那安尼，阮会当得到什么？耶稣讲：既然为着我放落你的一切来跟随我的人，你要伫今生得百倍，伫来世得永活。所以听的姊妹，圣经是遮尔美妙。伊会当真做历史一再一再祝福的一个凭据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看见以撒怎样行过这个饥荒的时期。这段圣经的故事咧讲起以撒拄着饥荒，其实伊佫讲到头去25年前，阿伯拉罕嘛拄着饥荒。咱今日读圣经的时候，有时咱无了解犹太人的历史、地理，甲因的背景。咱对圣经有时读了，咱会有感觉有疑问。比如讲，上帝既然将迦南地是老年甲别的地来应允予伊的囝儿，那安尼迦南地是老年甲别的所在，伊较会饥荒呢？是，咱是一个有智慧的思考的人。所以，咱对圣经的应允甲记载，有时咱会产生一种的感动甲回应。兄弟姊妹，神未曾应许天长蓝，上帝无应允人伫世间无风影，但是上帝应允人伫世间的风影中间，伊要甲咱三角地带。愿咱静静来看这个故事，也愿咱看了后，做礼拜了后，咱会当去思考讲，伫以撒的故事伫伊的人生的中间，这个故事内底我看到什么？咱看见以撒怎样行过饥荒的世代，咱看见上帝怎样提醒阿伯拉罕25年前所做的唔对，也是讲迄种的自我的选择，上帝甲伊讲唔好过去埃及地。这句话听起来真普通，好像亲像一个剧情中间的一段话那点。但是原来这句话是一个历史的改变，因为25年前，超过25年前，阿伯拉罕伫75岁的时，伊嘛带伊的家族去埃及，伫饥荒的中间来挖靠埃及，迄个有真水的河水、丰盛的这个埃及的真富裕的这个生活，无拍算，伊伫迄个所在也拄着艰难，所以上帝甲以撒讲，去我甲你陪伴，去我甲你所陪伴的所在。咱的人生拢有上帝陪伴的所在，咱起头未了解。今仔以撒的这个陪伴的所在，叫做基拉尔纪念日。这个所在是阿伯拉罕是以撒出世的故乡，请会记得。这段话有时咱读无，但是为什么上帝要带以撒倒去伊出世？成长的所在，迄个所在有真深的过去伊成长的咱咧讲的深井效应，伊的童年创伤，有伊伫成长过程的记忆。上帝伫迄个所在要重新甲伊医治，甲伊清除，所以用一个象征性具体的故事，就是以撒伫迄个所在请伊的老爸阿伯拉罕，伊古早所学的这个深井，这个嘛咧有标。以撒对伊的童年创伤，伫迄个所在个重新做着洁净，
所以的姊妹，今仔这个故事实在对人生充满真多的启示甲祝福。愿咱静静对圣神来领受，总是有一个真要紧的这个中心的祝福，就是既然跟对上帝的人，因为人生会拄到问题，但是因要甲上帝做伙去面对迄个问题，因无要互这个困局、饥荒、打扫、黑暗暝来捆绑因的人生。阿免嘛，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透早，陈牧师带咱的青年咧做圣经班的查经。陈牧师嘛，伫迄个所在来提醒所有的青年讲，伫咱的人生中间要亲像以撒，咱咧面对着无同款的问题，是伫咱人生中间咱拄着什么问题？伫咱人生拄着问题时，你安怎去做你的回应？比如讲台湾无疫苗的时，大家大声喊：“给我疫苗，给我疫苗！”但是当疫苗入来的时阵，遐也无爱做，遐也惊。人真麻烦，有也无好，无也无好。那安尼，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，也是咱是一个制造问题的人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要做一个会晓伫解决问题、勇敢面对问题的人。愿你带我读今仔日个圣经，互我深深知影讲，属主的人永远无互我的人生的艰难困苦，甲我捆绑。那安尼咱搁跳倒来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，哦，咱读了，咱就感觉真感动。上帝将极大的权能放伫迄个粗俗的会所做的器具，上帝将耶稣基督这个宝贝带来极大的稳定，带人出黑暗入光明。伊放伫人的生命的中间，伊搁落去讲，人拄着艰难，也无受捆绑。人的心内有惊吓，总是无失望；拄着困迫，嘛无受气杀；拄着攻击，嘛无死亡。中文的圣经安尼讲：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失望；遭受逼迫，却不丢弃；被打倒，却不致死亡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圣经所讲的故事，人类的历史一再重演。所以，古早人圣经内底这个故事的祝福，今仔日嘛是咱的祝福的故事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来问：以撒拄着什么种的问题？所以，爱的姊妹，一起头，圣经讲伊拄着饥荒。拄则牧师嘛有做一个怀疑，我咧读圣经的时，我咧问讲：为什么老年甲别的所在，咱敢毋是童话故事？咱已经进入教会，伫上帝的怀抱，从此应该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为什么迦南地会饥荒呢？无啥物奇怪，因为上帝创造的宇宙有出日有落雨，有日时有暗时，这是一个生命的水，就亲像音乐。每一条诗歌若无有悬低的音，迄种歌较袂听哩。所以人生中间嘛有悬嘛有低，亲像有山尖，亲像海洋。咱的人生会拄着各种的境遇，但是人生最美妙，就是伫无同款的境遇的中间，你发现出上帝创造的囝儿伊的权柄甲能力。所以以撒拄着什么种的问题？恁慢慢去读这段的圣经，你会发现，毋是干那饥荒尔，你会发现，伫暗暝上帝来找伊，就亲像人生伫黑暗暝中间，就人生伫旷野、伫打扫饥荒的时阵，上帝来找咱。所以伫人生的暗暝黑暗中，上帝来找咱，咱阁拍开哥林多后书，伊讲迄个带人出黑暗入光明。创世纪中间有真侪故事，拢讲到上帝伫暗暝来找伊的囝儿，足水的一个情景，亲像咧拍电影中间有一个这个布景，有一个情景。创世纪特别讲到真侪时阵，上帝伫人的梦中伫黑暗暝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的记载讲，上帝讲你看天顶的日月星辰，所以上帝来带人去。这个外口，伫布片的外口，伫
伫旷野中间，上帝讲：你铁金你的目睭，我要将迄个祝福就亲像天顶的星。所以这个故事是对安尼来。以撒拄着的情景，毋是干那饥荒，伊拄着各种的艰难，行到什么所在拢互人糟蹋，因为伊是一个小族，伊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伊无亲像伊的老爸阿伯来喊，是一个真强的游牧民族的族长。圣经咧讲阿伯来喊，伊有几百人的军队，伊的身边的罗卜一出去为着罗德来战争，一带出去是300人、500人。以撒毋是亲像伊的爸爸，是迄个强势的族长。所以以撒伫即种真小的即个民族，佮再去架卡伫非利士人的边缘，难免伊会拄着不友善。所以以撒所拄着的环境，伊的井拢互人抢去。所以圣经讲起头第一个井挖起来叫做艾色，艾色即个井叫做三井。后来伊所挖的另外一个井，伊家叫做西天那，这个井叫做战争。伊一步一步，一摆搁一摆，到第3摆，伊才慢慢亲像倒吃甘蔗。迄个人生对3井战争，后来到开阔，伊感谢伊的上帝，伊一路一直前线对基列尼，前线到基列尼的较矮山坪的丘陵地。伫迄个丘陵地的谷地，伊搁再起一个祭坛，亲像伊的老爸，伊迄个所在来求救上帝。伊无搁再啉伊的老爸古早所留的古井，伊开始伫上帝的面前用祭坛来求救。咱的囡仔无应该永远挖靠祖产。以撒是头啊起头挖靠祖产，挖靠伊的老爸，但是后来以撒走出伊的生命中间的童年的创伤，伊当大人，伊伫上帝的祭坛的面前，伊求救。圣经伫到26章的最后，伊的罗卜来甲以撒讲：“主人，咱得到一口井啊，出水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愿你的稳定，你的囡仔毋是假祖产的囡仔，你的囡仔是一代甲一代，拢亲像阿伯兰甲以撒。”会当经历上帝，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宣告讲：我的人生伫艰难的中间无失志绝望。主啊，你赏赐我这种信心甲能力。今仔日的后半段，牧师的信息中间要甲恁讲起一个祈祷，足出名的祈祷叫做宁静的祷告。伊是一个真出名的美国的牧师神学家。这个祈祷牧师捌甲恁分享过，伊讲。求上帝赏赐我勇气，去改变我应该改变的环境，去克服迄个问题。赏赐我勇气，我真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。第二，求上帝赏赐我安静的心，互我知影，当我面对我无法度改变的问题，我安静的心，就亲像这个疫情疫苗，毋是你甲我咱会当解决。互咱的中央政府，互其他人去负责的人去负责，咱袂当解决的问题，你就安静，莫熬念。这个祈祷，尼布尔的祈祷讲：赏赐我平静的心，来接受我所拄着无法度改变的环境。最后，伊讲：上帝求你赏赐我智慧，求你赏赐我智慧，互我去判断，什么是我会当改变，什么是我袂当改变。这个祈祷若放伫，亲像一支这个近视眼的眼镜来挂起来，咱就来看以撒的这个人生，今仔26章创世纪，咱就好亲像看到以撒，就真正有这3个祈祷，又勇敢去解决问题，所以伊伫纪念你，圣经讲，伊就静静伫迄个所在建造，游牧民族变成做农业民族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代志。但是，伊安静伫迄个所在建造。圣经的记载讲，上帝大大祝福伊，伊会收成百倍。我一直怀疑这段话，这是一个形容词，因为对一区田，咱台湾对一区田，你种落今年收冬，这冬收的是安尼，明年忽然100倍，较有可能。
建造的物件为天然的限制的条件。圣经讲，上帝大大祝福伊，伊会修成百倍。我就受到耶稣伊应允咱讲，既然跟对我的人，你伫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兄弟姊妹，咱即摆袂明白，你将这个应允放伫你的心，你家己放伫你的心，你静静，咱静静，咱来听候。到伫咱人生的尽头的时阵，咱要讲阿们啊！因为原来上帝所发来百倍是另外一回事，咱静静来听候。上帝要将伊的应允放伫咱的中间。愿今仔日新约旧约创世纪26章哥林多后书第4章，以撒甲保罗伊的故事唤起咱伫上帝面前的一种的脚步。咱甲上帝讲，伊有的我嘛要有。伊的勇气、伊的信心、伊的能力，主啊，你赏赐我甲我的囡仔，互阮真侪解决问题的人。来，咱来读这段圣经。伫这段圣经中间26章到最后的结局讲什么？最后结局讲，这个话，这句话所讲的人，就是非利士人的王，叫做阿比米勒。阿比米勒因的国民糟蹋以撒甜甜。当因糟蹋以撒，以撒就慢慢啊摸，安尼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一个牵线，牵线去到山区，阿比米勒感觉讲不对啊！这个人无论行到什么所在，以前啊拢得到祝福，所以阿比米勒就带伊的官员、伊的军将来甲以撒和好。伊甲伊讲：我明明看到耶和华甲你三角地底。咱两个人来誓约签订和平条约，咱两人来签订和平条约。啊，我莫拍你，你莫拍我。其实伊咧惊讲，要我上帝出手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的人生，互你的亲人甲咱的厝边，愿咱的教会互特定人看见，咱的上帝甲咱三角地底。这是今仔日的祈祷，因为以撒知影一项。出水泉的是上帝，不是人。你伫旷野沙漠中间，你要挖到水泉河中的困难，所以以撒知影，真正互人得到果子水泉的，不是人的辛苦。所以你甲我糟蹋不要紧，我的上帝就甲我陪伴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的活水泉，咱的人生的祝福，迄个源头，以撒抓到伊的老爸上帝。以撒抓到迄个真正的原因，所以伊伫软弱的性格，伫伊的软弱的个性，伫伊的软弱的软正的，咱来讲人生图像的中间，伊反倒当真做一个以马内利的记号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来读哥林多后书第4章，伊讲四面受敌却不困住，心里为难却不致失望。遭遇迫害却不致丢弃，遭受攻击却不致死亡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是应允。咱的人生，上帝无应允一帆风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你甲你的囡仔，我甲我的囡仔，咱了解，咱毋是一个真智商是100倍的人，但是上帝的家子。咱免烦恼，咱智商偌济，咱的上帝若要互咱有智慧，伊就互咱出黑暗。这就是圣经所互咱的，这嘛是咱今仔日的祈祷。每一礼拜咱拢做伙发出一个祈祷，咱甲伊称作咱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，有这个祈祷真做一个真正的内心的渴慕，然后咱做伙祈祷了后，咱讲阿们。上帝求你，互我真做一个解决问题的家族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我的囡仔，帮助我的囡仔。兄弟姊妹，你爱你的囡仔受帮助甲受祝福嘛？当然，咱虽然是草地囡仔，咱无像台北人遐尼高尚，但是咱真纯真，咱真坦率，咱真自然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所创造每一个人拢是水，无论是伫什么所在，愿咱的囡仔。今仔日嘛，甲你做伙来读这段的故事，请会记得，这个故事的起头安尼讲，伊讲亚伯拉罕的时阵，头一摆有饥荒，迄个饥荒是亚伯拉罕75岁，
以撒是出世伫伊的老爸100岁的时，所以头一摆饥荒伫亚伯拉罕的时，第二摆饥荒，今仔圣经讲伫迄所在各有饥荒。意思就是亚伯拉罕伊75岁的时阵，因的家族拄着大艰难饥荒，所以因迁徙南下，对迦南地迁徙，一直落去到埃及。无几个月，亚伯拉罕感觉情形不对，因为伊用人的方法咧解决问题。迄个故事重演伫以撒，爸仔囝拢娶着水某啦。亚伯拉罕娶着水某，所以埃及毋敢甲人讲迄因某，伊讲迄阮小妹。以撒嘛娶着真水的某，所以伊先转来到即个纪念日的时，伊嘛甲当地的人讲，迄是我的妹妹，拢是用人的经验，用人的方法。所以今仔圣经的故事有真侪真水稳重，对咱的个性，对咱的态度会提醒。第一摆饥荒，第二摆饥荒，第三摆即个第二摆饥荒的时候，上帝甲伊讲：你落去纪念日。你定军伫迄个所在，毋好去埃及。伊要带伊脱离伊的老爸伫埃及所拄着迄种的用人的选择的无完全，伫人的无完全的中间，看到上帝的作为。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面对咱的人生，咱毋是干那求老年甲密，咱求上帝照伊家己的应允赏赐咱，叫做应许之地。你若对创世纪12章一直读到26章。你发现一再出现，但是圣经中间伊头一个讲，迄个是一个应允的土地 ，promised land。然后圣经讲 this land， 这个土地，伊甲伊具体化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暗暝，上帝来找以撒。兄弟姊妹，你敢会记得牧师甲你分享古伦神父伊的教导？伊讲这是咱。用咱的话对上帝祈祷，伫暗时上帝对咱讲话，伫祈祷中间，咱用咱的心思意念，咱用咱的言语对上帝表明，伫即时咱发出咱的祈祷，伫暗时圣神伫梦中对咱讲话，所以真侪时阵，咱也拄着关键的人生的事件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伫迄个梦中，圣神就对咱讲话。这个暗暝，上帝来找以撒，所以上帝对以撒讲话，愿你静静听这个故事。上帝讲：唔通去埃及，我的囝唔通去埃及，我的囝唔通去埃及，因为你的老爸伫几十年前，伊用伊所看到，因为埃及有尼罗河，因为埃及有真侪丰盛，迄个国家出土产，所以感觉去遐就妥当。兄弟姊妹，互上帝带路。伫今仔日，上帝嘛甲以撒带路，嘛甲咱带路。伊讲：去我所指示你的土地。兄弟姊妹，你问上帝，我的人生脚脚的所在伫什么所在？圣经讲：你寄居在这地，应允的土地变做实在的土地。所以上帝祝福是今生今世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脚脚伫什么所在拢同款。圣经讲，以撒就搬到纪念日。你的人生的指导伫什么所在？兄弟姊妹，我搁再分享，纪念日这个土在，毋是干那圣经讲的一个地方尔。迄个时阵其实是旷野，纪念日也无城，嘛无都市，伊就是对山边的约旦河边的这个山坪，一直到地中海中间的。靠海边的一个平原，但是伫圣经中间纪念日对以撒来讲是足重要，因为亚伯拉罕100岁时，以撒出世伫纪念日，伊上少伫这个所在到伊3岁的时阵，伫这3年中间是这搁较长的时间，伫纪念日，其实以撒拄着真多的代志，恁会记得？伊其实伊的家庭中间所带予伊有真多，我感觉有真多想象的空间。如果恁老爸若甲伊带去山顶，甲你白白来讲，甲你要献给上帝。哎呀，你大汉的时阵，你敢袂怨叹你的老爸讲？我的老爸从我细汉的时候有一日，
要甲我杀死。所以伊伫基南尼的时阵，伊的哥哥伊是玛利，圣经并无讲过真多，但是伊的哥哥踢笑伊，迄个踢笑即个字有几啊种的翻译，一种的翻译就是性侵，因为即个嘲笑即个字嘛会当翻做，那就不当的性伤害。有真多无共款的翻译，也是讲言语上的嘲笑，也是讲囡仔咧佚佗无意思的迄种的讲生笑的话。圣经无真深的交代，但是伊的哥哥甲伊的，那就讲伊的姨妈夏甲，因嘛是伫基念里的中间受困住，后来上帝互伊甲伊的即个嫡传的哥哥伫咧基念里，所以有真侪人生的，咱来讲成长的背景。你会记得牧师甲恁讲起迄本的册叫做《深井效应》，童年的创伤。童年的创伤，今仔圣经讲，伊重新学伊老爸古井，伊伫伊的人生的经历的中间，重新行出来，伊另外属伫家己的，伊无搁再啉伊的老爸古井，伊对伊的童年创伤真侪经历。圣经无记载讲以撒埋怨伊的老爸，但是以撒可能因为这种的亲子关系，你甲看后来伊的亲子关系并毋是真好势，又生以撒。又生雅各，伊听以撒，但是雅各欺骗伊，所以伊的亲子关系有可能是一个毋是真健康的。但是圣经故事常常咧甲咱讲起，伫人的无完全，伫家庭的无完全，伫人的无健康，伫人的成长中间拄到的艰难，上帝出手，这就是圣经中间上奥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伫你人生脚脚的所在。愿你甲上帝讲，我嘛要，你甲我伫地，你祝福我，你将这个土地收拾我甲我的后代，你坚固你甲我所立的约。阿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个圣经中间所纪念你，较北边牧师为这个图并无真容易看出来。有一个所在叫做哀巢，有一个所在叫做伯特利。伫伯特利甲哀的中间，迄个所在伫圣经中间足特别，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。相共，今仔日的以撒嘛是对伯特利甲哀，都亲像早前几十年前，伊的老爸伫这个旷野中间呼召誓约立约，伊对迄个所在迁徙来到南边的纪念你。所以今仔圣经的故事有真多，伫咱人生中间所讲。真特别的，伊甲上帝立约的所在，伊的老爸差点仔抬伊献予上帝，后来伊搬到纪念里。这个圣经故事，敢是咧甲咱隐喻、暗暗咧甲咱提醒讲，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需要当大人，咱爱行出咱家己的路。所以愿上帝今仔日来对你讲话，将伊的应允不离不弃的祝福。亚伯拉罕无以撒虽然无听到上帝讲，我是你老爸的上帝，我永远无弃杀你这句话。但是上帝的作为就是不离不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饥荒、漂流、惊吓、冲突的中间，咱搁一摆阿门讲，上帝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你的确甲我三甲地地，因为上帝引带以撒去纪念你的时。上帝讲：“我要甲你三甲地地，我要甲你同在。”或者你相信，呼召你真侪基督徒的圣神，要甲你三甲地地嘛？我相信。伊犹太人三个族长中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以撒的图像是一个软弱的图像，但是伫今仔日的图像对咱来讲是一个足重要，叫做童年创伤得到医治。当大人，上帝的稳定甲咱三甲地地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用尼布尔的祈祷来甲以撒的故事结连做伙。上帝，你赏赐我面对问题的勇气；上帝，你赏赐我平静的心，通听候迄个我袂当解决的问题来交代你。求天父上帝赏赐我属灵的智慧，互我知影，我要去甲埃及地，还是要留伫
纪念你。求天父上帝赏赐我判断的智慧甲能力。求天父上帝帮咱，互咱伫上帝的人民中间，咱会当亲像阿伯拉罕受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做一个乌水井的人。拄则我有讲起乌水井，好亲像咧讲起童年的创伤。这毋是圣经内底真明的信息，但是伊咧甲咱讲起乌水井是人生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象征性。象征性的一个讲，咱的人生中间需要建造，咱的人生中间需要付出代价。工作伊真正的价值，无工作都无食饭。阿伯拉罕伊毋是干那学伊老爸以前伊的印象中间迄个古井，伊阁学出家己的水井，所以后来伊家号一个名叫做示巴。示巴的意思叫做立约，因为伊学这口水井，伊号这个名，所以后来伫迄个沙漠旷野的所在，有一个都市，后来就用示巴做迄个都市，叫做别示巴。别示巴这个城市的意思，迄个别，别人别示巴这个别是井，古井的意思。古井伫示巴，所以这个人的经验，这个人的故事，后来成做历史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我咱人生是毋是嘛有这种的祝福？主啊，我所行过的路，将来要改变人类的历史。人要因为我来受祝福，因为上帝赏赐我一口井，伊甲我立约示巴。所以后来我的人生就成做世间人伊咧讲起，这是上帝所立约的人生别示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甲上帝讨，你的人生是示巴，但是你的后代是别示巴。你的人生是示巴，你的后代后来世间人因为你的存在来啉你这口井。今仔日圣经讲，直到今仔日，林定新甲这段读过，伊讲直到今仔日，迄口井伫咱中间，直到今仔日，迄个城墙叫做别示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牧师讲无了的故事，你定心安静甲上帝讨。从我读圣经，今仔日这个旷野的旅行，以撒的人生。要成做我生活的智慧，阿免嘛！上帝祝福恁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历史的主宰，永远甲人类同在，摇化我的上帝。愿伫你的面前，同心读这段历史的故事。愿伫你的面前，通过这段故事做阮生命的祈祷。愿主你施恩伫阮的中间，互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平平得到祝福。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，未堪得，但是阮深信你的应允是信实。愿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所听兄弟姊妹，后礼拜咱要开始恢复实体的礼拜，还阁有某一种的限制，咱无法度无限的参加，因为政府要求讲做咧这个活动袂使超过50人。咱要伫教会主堂甲副堂拢准备做礼拜2个所在。伫主堂，咱大概就是50人；伫教育馆，咱嘛要准备直播下礼拜。甚至如果兄弟姊妹，你若讲你还阁要伫直播，伫你的厝，还是讲出外伫啥物所在参加直播的礼拜，拢不要紧。后礼拜，咱的教会是伫上帝恩典中间重新搁再聚集，咱会当倒来到伫上帝的教会来做礼拜。所以，伫咱咧行平安礼时，咱首先感谢咱的主的疼，咱感谢上帝的保守，互台湾亲像四巴伫迄个所在所挖的水泉，老林甲密的所在，人看见上帝的作为。咱为着台湾疫情会当伫2个月左右慢慢缓和受控制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即时，咱同心来做感谢的祈祷。是阮祝福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保守阮，互阮所听，徛起这个国家台湾，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互阮深深知影人生中间有饥荒、有冲突、有不安。但是，阮感谢上帝，你照顾台湾。虽然嘛有的家庭因失去因的亲人，但是阮为着上帝你的怜悯，阮感谢你。主，阮为着阮的教会，伫这段疫情的过程中间，你会当赏赐阮有这个器具，有这个平台，阮会当通过网络来做礼拜。阮感谢你照顾阮的兄弟姊妹，伫阮做礼拜时，阮克服这种伫网络顶悬的无真实，但是大家有缘敬虔做伙伫网络顶悬来做礼拜。我要恳求上帝，你施阮祝福，伫所有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，通过这个饥荒，通过这个不安的经验，正在阮信仰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智慧。至上的天父上帝帮助阮，用你的听来扶持，阮伫你的面前感谢，恳求天父上帝将这个平安赏赐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听无受摇动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主的听真侪你徛起会纪念你，亲像今仔圣经以撒所寄卡的基拉尔，愿主耶稣基督所赏赐。今生百倍，来世永生。主求你将这种生命奥妙的祝福放伫阮的中间，阮感谢你。平安，愿主会听甲你三个弟弟。咱下面来请师会来做报告。会记日。后礼拜，如果你若愿意，你会当倒来教会做礼拜。如果你若有出外，不要紧。愿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咱慢慢。但是会记日后礼拜来做礼拜，有愿爱戴口罩。我相信恁一定袂记日。耶稣听恁。是我来报告。伫本周聚会的部分，祈祷会拜三8点，伫礼拜堂也嘛有线上的直播。家庭礼拜暂停，青少课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2楼，同时嘛有会当用线上的方式来参与。圣港的服侍，书会下礼拜请陈英宏长老，领诗请新少年团契，苏琴我本身书献请宏观
临安路2位技师交胎第1组爱餐暂停。新安宫读经表，咱才有顺序家己来灵修。集体交通，第一，感谢俄罗上帝的保守，台湾的疫情目前有改善。后礼拜主日礼拜渐渐会恢复咱的实体聚会，请大家一定爱挂喙安来参加聚会。防疫的政策有小可解放了后，因为有开放宗教的活动，7月27开始，宗教的活动伫室内限制伫50人以下。教会会做好预备甲安排，伫下礼拜会分所在来，互会友来做实体的参加。主妇长礼拜的以后嘛会注重安全的社交活动距离，控制伫50人以下。另外，嘛有预备伫教育馆几间房间会当提供直播的设备。若有兄姐有缘，希望会当暂时参加线上的聚会，请自行来决定。祝愿大家平安健康。第二，疫情期间，愿上帝保守大家倚靠圣灵的保守，毋通过度的惊吓，做好自我保护。外出的时会记得戴喙安，入门会记得洗手、喷酒精，尽量避免外出，互疫情会当早一日来得到控制。第三，牧师有提供线上查经，愿意参加的人请下载微软的 Teams， 加入教会主堂教会查经班的 LINE 的群组。有问题请联络牧师是怡金。咱会当输入这个网址，然后佮家己的 email 完成登录，就会用个使用。生日有张庭珍、詹慧茹、彭宣恩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；第二，为新兴欠安丹素、张庭、詹清静、钟岩、詹达、詹天比、洪玉基、庄仁巨、刘克龙、洪在基、洪詹素莲、王俊勋、潘素贞、詹秀丽。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祈祷，新高中的有乔恩、千亿、维忠、维哲；新大学的有以龙、以乐。第四，为适婚的青少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，有富林教会、一级教会、德克达亚教会。这是咱的吟上营信息511首，上营信息511首，俄勒上帝至悬至尊。金丝线请曾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同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平安。
灭道必会。